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2，以赛亞書57章19節安尼講：互憂鬱的人歡喜唱歌來呵樂，我要使平安歡迎互遠較近的人。我閣要醫治我的子民。上主閣講：三甲來祈禱，要互傷心的人歡喜唱歌來呵樂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我要舉手你敬拜，我要出聲你頌讚，因為你本是良善，你的慈愛直到永遠。主啊！你創造天地萬物，你掌管世間萬事。主啊，對永遠到永遠，你是上帝。你的智慧遠過阮所通明了。你的道路奇妙，袂通測度。主啊，阮的環境濟艱難，阮無力通擔，我的心中濟憂悶。阮無底通透，主啊，求你使阮對你來的快樂，也醫治阮憂傷的心，因為你予憂傷的人歡喜唱歌來呵樂，要使平安歡迎互遠較近的人。你閣要醫治你的子民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